感觉我有交过几个男朋友，用手笔互我画就好。2个，哎，答案是0。为什么拢无交往呢？因为大家拢感觉爱豆就是爱足清纯、足梦幻，佮爱注重伫工课顶悬。毋过拄加入的时阵，我啥物拢毋知影，所以主持人就甲我问讲：伊家你介意啥物款的查甫啊？当然是爱乐卡、爱缘投，上好敢有一寡钱。我拄讲煞，就看到经纪人伫外口安尼，甲我认。这无落了啊，伊就甲我问讲：伊家你敢知影你拄则倒位讲毋对啊？我就想一下，歹势啦，我真正讲毋对啊，毋是一寡钱，是一罐钱。哎呦，足侪钱，红包伫倒位？红包嘞啊，无红包啊，歹势歹势。因咱人咧讲话哦，我即摆要讲一句，我准备好满满迄个感情，要需要你的反应，敢若咱咧画花声共款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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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会转来，啊，你要等待迄个感觉，啊，你头头等到一个无好的目标，我的红包咧，无人要插你，因为糖多拢好拢好陪照拢摕返去。对啊，这个设计是临时的可能，设计有安全无，还是有危险性的，你家己爱小想一下。